寧安護理重視愛嘅觸摸 （loving touch）， 身體接觸可以令長輩感到安全、溫暖同放鬆。觸摸唔需要太複雜，可以採取輕柔按摩嘅形式，或者手浴、足浴等等。鼓勵唔用手套，可以加強雙方嘅接觸。經常乾燥同皮膚薄嘅住客，最好使用唔太濃味嘅面霜、乳液或者油。至於香薰精油，就要認識精油嘅特質先至使用啦。如果長輩皮膚有過敏傾向、癲癇症、長期病患或者血壓問題，選用精油就更加要加倍小心。唔係每一位長輩一開始都接受，需要培養，唔能夠勉強㗎。你可以先去了解每個人喜歡嘅味道，試下唔同嘅香薰。例如長輩特別中意甜橙，甜橙就係帶佢哋進入香薰世界嘅第一道門。若然長輩接受按摩，唔接受香薰，用底油按摩都可以嘅。最重要係確保對雙方都係舒適，並且持續關注長輩對你觸摸嘅反應。喺按摩過程裏面，你可以不時用輕柔嘅聲音說話，或者播放安靜嘅背景音樂，專注平穩咁樣進行按摩。